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3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42节。历代志下卷20章第1节到22节。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靠主得胜。现代人真爱用人生的胜利组来形容一个人出身真好的环境，真富裕的环境。或者是有人会讲这个是夹着金汤匙来出世的。可能亲像咧讲，这种的人将来一定是人生道路一帆风顺，但是真正是安尼吗？圣经中的悲剧人物约伯，伊原本是一个真富有的人，但总是会拄着不测风云。约伯最后的得胜，毋是靠着伊家己的才调，乃是迄位伊咧讲亲目看到你的上帝。历代志下卷20章第1节到第22节，记载着犹大国的约沙法王，因为外族的攻击甲追杀来逃走、闪避，后来伊就决定要恳求上帝的帮忙。圣经讲过不偌久，摩押人、亚扪人，佮有一寡米俄尼人做伙来攻击约沙法。有人来报告予约沙法讲，对海迄边以东遐有大军队来攻击，因现在伫哈西顺他玛就是阮家底。约沙法非常惊，决定要恳求上主，宣布犹大全地禁食。犹大人就自责，求上帝帮赞。犹大逐个城拢有人出来找求上帝。约沙法就伫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大会中，徛伫上主圣殿新的城的头前，祈祷讲：上主，阮的主的上帝，你敢毋是伫天里的上帝？你敢毋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？伫你的手中有权能，有气力，无有一个会当对抗你。阮上帝，你捌伫你子民以色列的面前赶出这个所在的子民，将这个地永远赐予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因就住伫这个所在，佮为着荣耀你的名，伫遮起圣殿讲：若有灾难临到阮，无论是刀剑、责罚、瘟疫、饥荒，阮拢要徛伫即间圣殿的头前，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的患难求告你，你要听来解救，因为你临在伫即间殿。早前阮的祖先出来击的时，你不准因侵犯亚扪人、摩押人以及以东人的土地。阮的祖先就西对别条路，无甲因消灭。现在因来要赶逐阮离开你所赏赐予阮产业的土地，因竟然安尼回报阮。阮的上帝，你无要责罚因是无？阮无气力通对抗这个来攻击阮的大军队，嘛毋知着安怎做。毋过阮仰望你，犹大的众人甲因的细汉囡仔、因的某、因的囝儿，拢徛伫上主面前。迄时上主的神伫大会中临到亚哈西，伊是利未人阿撒的后代，马他尼的元孙，亚利的曾孙，比拿雅的孙，撒加利亚的囝。伊讲：犹大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子民甲约沙法王着注意听。上主安尼对恁讲：毋免因为即个大军队惊吓失胆，
因为战争的胜败无在伫恁，实在伫上帝。明仔载恁着去赢战，因伫西斯山坪上内，恁会伫耶路以勒旷野头前的山谷拄着因。犹大甲耶路撒冷人即边，恁毋免出手交战，恁只有排阵徛地，看上主安怎解救恁，毋免惊吓，毋免失啊！明仔出去迎战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约沙法王趴伫涂骹，犹大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嘛趴伫上主的面前，敬拜上主。哥哈宗族甲哥拉的宗族的利未人拢徛起来，用极大的声呵乐上主。以色列的上帝隔日因早早起来，出去提哥啊的旷野。出去的时阵，约沙法徛地讲。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听我讲，恁着信上主，恁的上帝就会徛在，信伊先知就会得胜。伊甲人民参详了后，就设立唱歌称赞上主的人，互因行伫军队的头前，称赞圣洁尊贵的上主，讲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因一个唱歌欢呼的时阵，上主派埋伏的兵攻击遐个攻打犹大的亚门、摩押以及以东人，才会对着就受打败。耶稣基督回答军队伊的人的问题，讲得救的人真少，因为有人先拒绝着救恩，无倚靠上帝。基督徒若无愿意学习亲近上帝、倚靠上帝，佮安怎会当伫拄着困难的时阵来靠主得胜呢？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1节，耶稣安尼讲：耶稣经过城市甲村骹去耶路撒冷，沿路咧教示人。有人问伊：主啊，会得救的人敢真正真少？耶稣甲因讲：着真力来对下门入去。我甲因讲，真济人想要入去，也袂当入。主人起来，门关起来，恁就徛伫外口拍门讲：先生，请甲阮开门。伊就会因讲：我毋知恁是甚物人。迄时恁会讲：我捌甲你做伙啉食，你嘛捌伫阮的街路教示。毋过伊会讲：我甲恁讲，我毋捌恁是倒位来的人。正会做歹的人拢离开我。恁看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甲所有先知伫上帝的国内，家己受赶出去外面。迄时恁会伫遐低头，家己出去，人会对东西人北来，伫上帝国坐倒参加宴会，安尼上落尾会做第一个会做落尾。拄迄个时，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来甲耶稣讲：你着离开这去别个所在，因为希律要杀你。伫后诶要伫生诶将来要伫后，为什么安尼？敢一定会安尼？其实这毋是定律啦，但是确实一个真重要诶提醒。亲像一句俗语话讲：学物件，较像咧抢水，惊船若无进就会跌。咱毋通掠做家己已经得到就骄傲，应当爱谦卑倚靠主，才会通来得胜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一切相信的人，拢会当因为谦卑顺服，愿意倚靠上帝来得胜。诗篇105篇经文较长，请咱家己来研读。